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2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丽英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清早能聚集在一起，一起读你的话语，也求你保守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能胜过大大小小的困难。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昨天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那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到亚细亚的传道第一次的布道旅行。那也看到当他们一边在传道，一边有人在抵挡真道，是由这群犹太教徒他们坚守要摩西的割礼，还有这个亚伯拉罕的割礼和摩西的律法。那我们也看到使徒们他们用神迹来证实所传的道，但是教徒们这群犹太教徒却要来消灭使徒。那在这个路斯德的传道引起的所带来的神迹，引起群众迷失在神迹当中，让他们只要神迹不要神不要真理在看到这种盲目迷信的后果，其实可能是更加的悲惨而得罪上帝。那也看到教会虽然在遇到患难，连保罗都被迫害，甚至被用石头差点打死，或是真的已经被打死，但是上帝的同在让保罗还能够站起来进到城里继续来传道做工。那也设立长老来让长老可以继续带领教会在各个地方为主做见证。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是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和第二次传道旅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插曲，就是第15章的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么这时候请丽英带我们来读15章的1到6节。第一节，有些人从犹太到安提阿，开始教导信徒们说，除非你们遵照摩西的法律接受割礼，你们不能得救。为了这个问题，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跟他们发生了剧烈的争辩，因此大家决定派保罗、巴拿巴和当地教会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向使徒和长老们请示这件事。于是教会为他们送行，旅途中他们经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到处报告外邦人归信上帝的事。所有的信徒听到这消息都很欣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时，受到教会使徒和长老们的接待，他们向大家报告上帝借着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可是有些法利赛派的信徒站起来说，外邦人必须接受割礼，也必须遵守摩西的法律。于是使徒和长老们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好，那这群犹太人从犹太下来，那使的是也从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下来就是指这个从耶路撒冷的高处往低处的地方。那他们来到了安提阿往北走，但是他们的教导呢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那这个争论就是得救，这个争论是关于得救跟不能得救。那必须要求他们要接受摩西的规矩，受亚伯拉罕的割礼。那这个得救的议题呢，就是信耶稣还不够，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还不够，必须还要加上割礼才能够得救。那这样在后来确定说，这是一个教会当中一个信仰上的讨论，那也是一个争论，那甚至到最后变成教会当中是不是一种异端。那这个异端呢，好，那其实一开始看也都是从教会来的。好，那这群犹太人是教导主内耶稣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异端有时候并不是从外国外地，有时候在教会当中，同一个信仰群体当中也会有异端，在信仰上面或是见解上面的不同。那这个争论呢很大，甚至连巴拿巴他是劝慰子，那他也没有人用劝慰的方式，那由保罗带头产生了激烈的争辩，还有辩论。那在教会当中会遇到
大家意见不一样或是想法不一样，那争论、争执、辩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找出共识？那么看到在这里初代教会也做了一个典范，就是他们透过大家决定了所以就算争论，但是他们不是打起来或是大家就互不说话，大家就互相不见面，而是他们还是有个共识，就是必须找一个找代表来向更高的层级，那就是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指派了保罗和巴拿巴，还有当地教会的人所以这一趟这个争辩呢是要回到母会当中，由母会来做一个决定。那他们就送他们上路去见使徒和长老。那使徒包括11个使徒，因为一个雅各已经被砍头，那长老可能也是以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为主。那教会为他们送行，那他们虽然是去耶路撒冷准备讨论议题上面的讨论，但是他们依然在路上，在腓尼基、撒玛利亚再继续来传福音，来跟教会们报告这一群许多外邦人信主的事情，那也带来大家的欢喜。所以他们经过的地区，腓尼基就是沿海的地区，撒玛利亚就是更靠近耶路撒冷的地区。好，那他们从安提阿一路下来，那他们都是向这群外邦人还有犹太人来诉说他们过去几年从安提阿出去到塞浦路斯第一次布道旅行，如何带领许多各地外邦人归主的事情。那基本上得到回应反应都是正面的。到了耶路撒冷，那他们必须要来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耶路撒冷的接待也使他们被欢迎。但是他们正在报告说，有法利赛派的信徒，那就是坚守摩西的律法，还有这个拉比的教导，还有613条，就是说外邦人必须接受割礼。所以这一群第一节讲到这一群来到安提阿的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那虽然他们接受耶稣，法利赛人过去也是迫害耶稣，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法利赛人是相信接受死里复活，信了耶稣，可是他们有一些不能放下的，就是讲到关于遵守割礼的事情，甚至还有摩西律法的事情。摩西律法就加上了，等于是不仅是在圣经当中这个利未记和民数记，甚至连拉比600多条的教导也都要遵守。好，所以非常的繁文缛节。那他们就开始进入议题。好，接着再请丽英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12节。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彼得站起来说：“诸位主内朋友，你们知道，上帝早已从你们当中选召了我，要我把福音的信息传给外邦人，好使他们听见而相信。那洞察人心的上帝把圣灵赐给外邦人，如同赐给我们一样，以此来表明他也接纳外邦人。在我们和他们之间，上帝不做任何区别，却因为他们信而洁净了他们的心。既然这样，你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上帝，把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所挑不起的担子放在外邦门徒的肩膀上呢？这是不对的。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典，是跟他们一样的。大家默默的听着巴拿巴和保罗报告上帝借着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谢谢。那根据路加的记载，那这是保罗第3次到耶路撒冷，包括他悔改受洗之后，然后还有赈灾，那现在是来开会。好，那第3次来，那这个是在加拉太书对照的话，是属于北加拉太书。那这个时间是属于主后的48到49年，那也就是从第1章开始的主后30年，好，到现在这个耶稣复活升天，好，那福音透过教会传出去，已经将近20年，是89年的时间。那他们在这里的争论呢，是使徒们、长老们的聚集，好，那也有长时间，所以这个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开会。
那是为了一个议题，为了一个议案。那这个议案呢是充分的发言，充分的讨论，所以在开会当中并不是速战速决而已，而是要让大家能够有充分的发表想法，才能够在这个当中去看见圣灵的带领和工作。那如果只有从一个人，或是只有少数几个意见领袖，但是没有让大家有辩论正反的这种机会的话，可能做事情或是决定事情没有办法更加的完全周全。那这个辩论许久之后，那大家可能充分发言。彼得，那他是12使徒之首，也是耶稣的大弟子，也是第一个拿到天国的钥匙，可以说是初代教会的第一位的这个小会议长。那他起来他的位置很重要，但是他也是等到大家都发言完之后，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证言。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好，那这个是大家知道，因为上帝也拣选彼得，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好，那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11章第10章，那就是哥尼流事件。那第11章就是为了哥尼流事件，好，那彼得他也在教会当中被挑战，好，那也有辩论。那后来彼得的见证，还有彼得的证词，好，让大家默默无言，只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这就是上帝主动圣灵的工作。第8节，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就是指为外邦人做见证，赐圣灵给外邦人，正如给我们一样。所以之前有没有提到这个一样，就是包括五旬节那一天他们所领受的。彼得在哥尼流在约帕，好，他这个地方呢，他看见知道这个事情又一样的事情，所以是上帝做。第9节，又借着信，这个信就是信心，好，那洁净他们的心，所以这群外邦人和我们之间并没有分别，好，所以既然是同一位神，同样的圣灵，同样的洗礼，好，那我们已经得救，那为什么他们还不能得救？好，难道真的就是差于这个割礼和摩西的律法上面吗？那第10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好，这个试探就是指试验，要把我们犹太人的祖宗不能负的恶放在外邦门徒的景象上呢。所以这个门徒在这里指的就是追随耶稣的人，这一群人都要跟随耶稣，但是呢，为什么又要把这个不能负的恶和重担，就是摩西的律法。其实耶稣彼得跟过耶稣，他知道耶稣跟法利赛人跟这些拉比教导之间的这种张力，也知道耶稣对这些律法，他要求的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而不是靠外在的肉体，靠外在的行为和活动。而11节，所以彼得说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相信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典，是和他们一样。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律法，得救不是靠着割礼，得救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好，那我们知道这就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耶路撒冷会议，彼得他又起来做一个总结，好，那也做一个见证。那这是彼得呢最后在最后在使徒行传的发言呢，发言。那彼得这个结论，这个发言很重要。好，那因为从使徒行传从这里之后，彼得就好像消失，其实也不是消失，但是路加的这个使徒行传呢，就跟着保罗和巴拿巴继续往不同的地方去。但这个结论，这个发言呢，也对保罗他们接下来，因为他们在安提阿搞不定，因为他们就算很能够传福音，但是如果没有耶路撒冷的这个议决的话，他们可能还必须在安提阿继续的争论辩论下去。好，12节大家就默默听着巴拿巴和保罗的述说。那所以这里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前面有说13章保罗跑到巴拿巴的前面，可是15章这里呢，
巴拿巴又恢复他的原来有的地位。因为我们昨天看到巴拿巴是宙斯，保罗是希尔敏，他们的年纪可能有一段差距。那回来耶路撒冷的体制，因为当初也是巴拿巴是被耶路撒冷教会派出去到安提阿，好，那更早是巴拿巴把他在塞浦路斯的田产、房屋都卖了，来奉献在使徒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好，接着再请丽英带我们来读13节到21节。他们讲完后，雅各也说：“诸位主内朋友，请听。刚才西门说明了上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当中选召人来归属自己。先知所说的话完全跟这个相符。圣经这样记载：主说，此后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了的家，我要从废墟中重新建造，把它建立起来。这样，所有其他的人，我所选召归向我的外邦人都要寻求主。那位从远古就指示这事的主这样宣布了。”雅各继续说：“所以照我的看法，我们不应该为难那些归向上帝的外邦人，我们应该写信吩咐他们不可吃因祭过偶像而不洁净的食物，不可有淫乱的行为，不可吃热死的牲畜和血。因此，因为自古以来，每逢安息日，在各会堂里都有人宣读摩西的法律，在各城里都有人宣扬他的教导。”好，谢谢。那彼得做了一个结论，好，那让这个结论让大家本来的辩论呢，突然没有办法开口，好，所以默默无声。好，那这个现代中译本没有提到这个字啊，好，其实这个时候是大家一片安静，好，本来吵得很热烈，或是辩论得很凶，好，那从安提阿一路来到了耶路撒冷，但是这时候由雅各起来做判断，好，所以其实最后仲裁的我们看到是雅各做仲裁，好，所以这个小会议长呢，应该才是雅各，是雅各是耶稣的弟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雅各就说：“诸位弟兄，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听雅各的发言。刚才西门述说，那这里把彼得呢叫西门。”好，那所以从这一段的文字当中呢，好，可以知道他们就是用耶稣叫西门一样，都是用比较他们亲切，比如说阿银啊，好，这个叫阿明啊，好，就是会用他们的母语的名字，好，所以他们的辩论呢，其实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辩论不是用希腊文，是用亚兰文在辩论，所以他们整个的辩论，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是在这个教会可能说是用台语，用台语，大家就会用台语在那边发言和辩论，是他们熟悉的语言，表示他们都是一个同一个群体。但是跟外邦人呢，就必须用外邦的话，可能用方言，用地方的语言来表达。那雅各说西门已经讲了，那上帝怎样眷顾外邦人，也从他们外邦人中选召人归属神，所以先知所说的话正符合这个意思，与这个现在发生的事情相符。所以雅各呢，他也引用了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阿摩司书最后一章第9章，好，那快要结束前的11到12节。那这一章呢，讲到2个重点，那就是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和废墟，重新修造，把它建立起来。那所以我要回来是指上主，上帝要回来，他借着阿摩斯的预言，讲到以色列的复兴。那本来不是北国被灭，南国微微岌岌可危，但是这里的回来是南国和北国，甚至是整个以色列。那雅各应用在这边就是整个上帝的子民都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这里直接跳过的是所罗门的圣殿，而是回到大卫在建造圣殿以前，好，就是恢复对上帝的热忱的敬拜。好，所以大卫的敬拜呢，帐幕呢是为了放约柜。那我们知道大卫怎么样迎接约柜，好，就是全心全意。那所以这个全心全意呢，是从废墟中重新修造。17、18说
剩余的人，好，那就是上帝所选召的人。好，那和本说，凡称为我名的外邦人，所以在阿摩斯那时候就提到外邦人，好，这个是要得救。好，所以就算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遵守很多的律法，可是他们在圣经上呢，他们也没有，也知道曾经读过，但是他们却没有把上帝的这句话读到心里面去，以至于他们还是用异样的眼光，好，在歧视外邦人，限制外邦人的得救。所以上帝透过阿摩斯书说要让外邦人都能够得救。好，那个是从自古以来，远古以来，上帝就指示这些事。好，所以这个是在阿摩斯的时代，那就是离他们大概有700多年前。好，那他们神就已经这样吩咐。那继续雅各又说，好，所以照我的看法，好，他做结论，我们不应该为难那些归向上帝的外邦人，我们应该写信。那这个事情呢，好，必须要用公告的方式，写信的方式，吩咐他们几件重大的事情。那这里我们看起来，有人认为4件，有人认为3件。那第一件呢，就是不可吃祭过偶像而不洁净的食物。好，第一个就是不能吃这个污秽的东西，玷污的东西，跟偶像有关的。第二个，不可有淫乱的行为。我们看保罗书信知道，他去到很多的外邦各地城镇都有这些的淫乱的庙祭。好，那这些的神明本身信仰上就是淫乱。第三呢，不能吃勒死的牲畜和血。那第3项呢，好，有人认为是分成2个，不能吃血，不能吃这个勒死的牲畜。好，那其实在这个原文当中呢，它是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放血的食物。好，吃的动物必须要放血，好，不能带着血吃啊。好，那所以有的人会引用这样说，所以基督徒不能吃猪血糕，不能吃血。好，那但是这个血呢，这段经文是来自于利未记17章第10节到14节的教导。好，那但是他也有人也有引用说，这个是指谋杀，是指谋杀，就是不能够去谋杀。好，那就跟吃血又没有关系，就是流人的血，不可以害死人。好，那这个也有不同的讨论。那但是呢，保罗关于这个议题呢，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罗马书14章好的1到15到15、14、15章有更清楚的讨论。好，那我们可以做对照，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在写这个，只有单独在写这个议题上，好，来放大来看。好，因为耶稣自己也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的肉是真可以吃，他的血是真可以喝。好，如果我们守圣餐是在纪念他，好，那我们也会违反这个耶稣才做的事情，也会让人觉得好像强迫我们在吃血一样。好，那接下来再请丽英来带我们读22到29节。这时候，使徒和长老们以及全教会决定要推选代表，派他们跟保罗、巴拿巴一道去安提阿。他们选出别号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2个人一向为信徒所尊重。他们带去的信这样写着：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候在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所有的外邦信徒们。我们听说有些人从我们这里出去，他们所说的话使你们彷徨困惑。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去说这些话，所以我们一起商议，大家同意选派代表到你们那里去。他们要跟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拿巴和保罗同行。这2人曾为着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选派犹大和希拉，他们要当面告诉你们心中所提的事。因为圣灵赞同我们，除了一些必要的规律，不要把其他的重担加给你们。你们不可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不可吃血和被勒死的牲畜，也不可有淫乱的行为。你们能够不犯这几件事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好，谢谢。那巴拿巴和保罗是被安提阿教会还有一群人派来耶路撒冷来探讨议题。那雅各的这个仲裁呢，议决完之后呢，
彼得做结论，雅各做议决。那雅各他也提到说，不用其他的这些这3件主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偶像、淫乱还有死亡，就是这些事情呢避免之外，其他摩西的书在各个安息日都会在各个地方、各个城里有人来读，你就不用去担心。那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派代表。好，那因为是巴拿巴和保罗来，所以又加了2个人。这2个人，一个叫做犹大，一个叫做希拉。那这犹大呢，太多的犹大，好，所以他叫做巴萨巴的犹大。那这个巴萨巴呢，好，在1章23节有出现一个巴萨巴的约瑟，所以有人认为呢，这个巴萨巴的犹大和巴萨巴的约瑟呢是兄弟啊，因为他们都是撒巴的儿子啊，这个撒巴的儿子。那希拉呢？这个人会在第2次布道旅行当中开始出现，也很重要的角色。那希拉这个名字呢，就是很多树木。那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那这2个人呢，他们在耶路撒冷也是领袖，所以他们的话有分量。所以本来是安提阿教会和一群犹太人，那他们带着保罗、巴拿巴来耶路撒冷辩论。那辩论完之后呢，要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所以又加上了犹大和希拉2个人回去。那他们回去的信呢，是这样子提的，就是使徒还有长老跟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安提阿是指叙利亚的安提阿，还有叙利亚，还有基利家。那这里提到基利家就是保罗的故乡，基利家省。那大树就是基利家的首都。那基利家呢，在当时是一个从土耳其要从叙利亚到土耳其要经过的一个天然的险要的地形。那所以这是一个跨越，是一个门槛。那是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一个交通的孔道。那大树就是它的省会和首都。那说所以这封信呢主要是带到在安提阿到这个基利家的这个主要的地区的教会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指外邦人。那这里就把过去发生的事情，知道他们被骚扰、被困惑的事情，那甚至被觉得限制的事情，现在他们做清楚的决议。25节说，所以我们一起商议。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是大家一起开会，但是开会呢，后面又提到不是只有人的开会，这整个过程都有上帝的同在。那他们也派了保罗、巴拿巴，那也介绍保罗、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所肯定的，因为他们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惜冒生命的危险。那也派了犹大和希拉，那把同样这3件事情再提醒他们，愿你们平安。最后再请丽英带我们来读30到35节。代表们奉命动身到安提阿去，在那里召集了全体信徒，把信件交给他们。他们宣读信件的时候，因着信上鼓励的话而非常欣慰。犹大和希拉也是带上帝发言的先知，他们向信徒们说了许多话，激励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后，信徒们就欢送他们，祝他们平安的回去。保罗和巴拿巴暂时住在安提阿，他们跟其他好些人一起教导并传讲主的道。谢。那他们回到安提阿的路上，本来上耶路撒冷，那也一边的传福音做见证。那现在回去呢，那也把这个信宣读，让大家呢就不再受到说信耶稣外邦人也要跟犹太人受割礼，信耶稣外邦人也要跟犹太人一样遵守613条这些拉比的陀拉的这些的须玛的教导。那犹大和希拉，那也是先知，所以这几个领袖呢，那他们也是有先知。所谓先知就是他们是能够把上帝的旨意说出来，那能够借着上帝的话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带领教会往上帝的方向来走。那希拉和犹大也在安提阿，把信读完之后就继续的传出去，也住了一段日子。那这里33跟35节，中间有个34节是被括号起来的，和本是用住，那就是说讲到希拉决定住在那里，
好，那如果没有这一节呢，好，照理讲应该是犹大和希拉，好，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回来耶路撒冷，好，但不是，好，因为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希拉呢，就参与了第二次布道旅行，又从安提阿出发，好，所以在这里有个注解。那保罗、巴拿巴，好，就继续住在安提阿，继续在那边传扬主的道。好，那这整段当中呢，15章我们看到没有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会引用过去的见证，好，比如说彼得用哥尼流事件，好，讲到圣灵的工作，好，然后带领。然后雅各他用阿摩斯先知的话的预言，然后加上大家的讨论，所以他们不是靠神机、靠启示在讨论事情，而是靠着理智，是在靠着上帝的话，靠着过去的历史，好，那在验证、查验上帝的作为。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有时候教会会有激烈的争执、激烈的辩论，那我们需要有更高的属灵权柄来做仲裁。好，那比如说，在弟兄姐妹当中可以送到小会如果不能解决，送到中会不能解决，送到总会，好，等等。好，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好，这个整个辩论的过程在陈述各样的证明证据，从人证、物证、事证到心证，那圣灵与我们同证，好，那这一切的证据证物都在显明上帝的作为。那这整个讨论从辩论到议论，议论呢再到讨论，讨论也要有结论，好，那都是由圣徒和圣灵在同工。那整个开会的目标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实，就是要能够造就、安慰、劝勉，好，还要能够宣扬上帝的旨意。好，盼望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好，我们不是用人的方式，而是能够学习初代教会，好，也是今天教会仍然要继续学习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在教会开始的时候，这群同工，大家在意见上不同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冷静的讨论，也能够用辩论，能够用不同的证明，好，来证据，好，来支持上帝你所要做的事情，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而是照上帝的意思。也不是按照自己的道路，而是要寻找上帝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世代当中，依然能够依靠圣灵，依靠上帝的话，让我们来查验上帝的作为，查验上帝你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也让我们不要把在自己所背负的恶和重担强加在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让我们能够与圣灵同工。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好，谢谢丽英，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牧师，平安，谢谢，平安。平安。